减用塑胶等于是在保护地球。台湾无包装的商店是愈来愈多。今年中山大学有一位校友因为学校支持，伫校园内面开一间无包装的合作社，这是全台湾的头一间毋望生活当中减用塑胶。 选一个家己喜的玻璃杆仔，摕杆仔底想要爱的物件，装煞就来柜台介绍。伫消费的过程中，拢是使用环保包材。中山大学校友刘静云毕业3冬，今年伫学校内底设立全台第一间校园内无包装的合作社，为实在到日常用品拢有卖，消费者会当自由控制买的量，买偌济就装偌济，除了袂浪费，阁会当兼顾环保。若是讲我要求食一点点嘛是会使，啊嘛想要食很多嘛是会使。小的代志就会使减一个粪扫安尼，对生活中开始做这个代志。 根据日式店家资讯平台统计，目前全台拢总有30多间无包装商店。虽讲即马环保意识提高，不过无包装商店伫台湾也是拄到真侪困难，因为消费者即马工课真无闲，无时间搁爱家己穿鸭肉、容器等等，这拢会影响消费者来消费意愿，无方便是上主要的原因。搁要去买物件，你搁另外款，其实拢有时间。但问题是，有可能对一般的家庭来讲，伊就是上班的时间已经无法度，互伊有遐尼侪时间搁爱款这物件去买物件。即马的人应该是无习惯家己做物件来啦。毋过，就是因为即马有买饮料的时阵有折5块，所以大家拢会家己炸扣仔来安尼。根据联合国的统计，全球每年伫商品包装顶悬塑胶用量是4亿公吨，减用塑胶是全世界重要课题。无包装商店的店家表示，伊想要推广的是中和搁再利用卖浪费理念，希望消费者会当为生活中做起，重视环保甲饮食。记者钟友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